南无天人父阿弥陀佛。愿将以上圣经中题中转成一向于天地，一向于祖先，一向于父母，一向于清官会员一起清官会，一向有情众生，而且大人很后选择如天仙人菩萨，佛陀当主，而四方见定众诸诸共事，以众生他们生人权，自所自度，在财中得体内，但为同无思想性之外物，因为人事贪嗔痴，人生苦欲之所生，于是与天灾触动，
南无阿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阿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阿弥下生弥勒尊佛。